归生命主的台，烦恼惊吓，大力信心比卡在。第三在，全关卡步，专心仰望主耶稣，天线基督。有信心的我口，第四站，主家里来，今日光看护心来，天理经历，地理经济是好赛。好，咱今日练习到这。另外一首，咱大家较熟，咱就无要搁练，请咱闭慢心做礼拜。兄弟姐妹，大家平安。请咱这是咱准备咱的心，迎接上帝进入你的心内，将你的心门来打开。陆陆续续教的兄弟啊，请咱赶紧就来就座。首先，咱要先用这首诗歌，我唱哈利路亚，咱做伙来学到咱的上帝，咱是不是来起立？啊，咱做伙用欢喜。拍手扑的声，咱做伙来唱三遍来。我唱哈利路亚，主是我命。我唱哈利路亚，主甲我同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困叫叫主。我当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叫主拢无惊。来，较紧就做来。我唱哈利路亚，主是我命。我唱哈利路亚，主甲我当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困叫主。甲我同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靠叫主拢无惊。最后一遍来，我唱哈利路亚，主是我命。我唱哈利路亚，主甲我同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靠主。甲我同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靠叫主拢无惊。哈利路亚。好，啊，咱要接落进前，咱的正边倒边，互相来请安。耶稣听你，我嘛听你；耶稣听你，我嘛听你，互相来请安。下节，刷节啊，咱来读一则圣经再来。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求你听我的祈祷；雅各的上帝啊，求你按耳孔来听。搁一遍来，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求你听我的祈祷。雅各的上帝啊，求你按耳孔来听。诗篇104篇第8节。来到上帝面前，咱来先献上咱的感谢感恩啊！上时到上帝面前非常的重要，咱依然来向上帝来认咱的罪啊！咱的主伊是万王万主的主，咱的主有公义，伊创造世间万物啊！咱嘛爱
求上帝怜悯，咱所行所做有当时会丢达，依然恳求上帝来赦免。咱做开声，伫上帝面前献上感谢，甲恳求赦免。全能天父上帝，主我感谢你，你是万主的主，万王的王，伫你有公义甲慈爱。主我感谢你，向阮献上至圣的天父上帝，来到主你面前献上。一时，阮用敬虔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阮要用你来献上感谢，因为你的恩典满满。感谢你，伫过去一礼拜的日日，你引带看顾，想使阮教业，互阮拢无欠缺。阮感谢你创造世间万物，互阮通来享受。主啊，总是伫你有缘是讲公义，你有永远不变的慈爱。总是阮有缘要来到上帝你的面前，主求你赦免阮无注意，或者是有意所犯的你所无欢喜的代志。主啊，但愿恳求主你赦免阮、怜悯阮的不知，甚至阮所行所做，主啊，你拢知。求你这时用你的听，怜悯阮的所做。阮要恳求主你圣神点伫阮每一个人中间，你真理的话，正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带阮，军队阮，阮恭敬，用心灵甲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愿主你听阮恳求祈祷的声，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阿免。说一下咱议员要来做医治甲讨棒。无论伫线上的兄弟姊妹，或者是咱现场的兄弟姊妹，咱拢着恳求上帝，成做咱心心灵全人的救主。当上帝甲咱三脚伫地的时阵，咱就啥物拢唔惊，就好亲像拄则迄首诗歌所讲的，恳求救主，甲我三脚同行，我靠救主，啥物拢唔惊。阿门吗？相时检查你身躯欠安，你会当将你的手看伫你欠安的所在，咱要做伙同心伫上帝面前，咱做伙同心开声祈祷，恳求上帝来讨帮咱的艰苦、忧愁、郁卒、烦恼、侪病痛，咱教会侪肢体。有人伫安宁病房，甚至有人欠安倒伫病床，甚至有人因为种种某种原因，袂通甲咱相像，坐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上帝。咱真正是用唔敢求讨的心，将这兄弟姊妹拢交伫上帝的手中。总是咱有缘有欠缺的所在，好不好？咱做伙欢手伫你所欠缺的所在，咱做伙来祈祷，做伙恳求上帝来医治。哈利路亚。主啊，你听我亲自甲你的见证，主，阮随着你灵的成长，主，现在阮身体、心灵，在前的软弱，亲爱的天父上帝，愿知你的恩典教育阮灵，你的恩典每一日拢伫地。每时每刻拢伫地，特别上帝，愿每一位兄弟姊妹所面对的喜怒哀乐，主啊，大事小事，你拢知。主啊，当阮一时要用谦卑祈祷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讲，既然阮用信心祈祷来恳求，主啊，你的确要照你同介美好的旨意。来行到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主啊，你是拉法的主，你是医治的上帝，伫你无有恶正的事。当阮要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既然阮手所看伫阮所欠缺、欠完的所在，主啊，愿你来医治，
愿你的头帮，愿你的金光照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身上，成做阮的帮助，成做阮的头帮，成做阮的依据。上帝，你的听要临到阮每一位兄弟姊妹身上。主啊，你讲当你的听踮伫阮的中间的时阵，阮嘛有法度去赦免人，阮嘛有法度，希望阮面对最的艰难困苦，总是阮有缘要去听阮四周围关心关怀，比阮搁较弱势的每一位兄弟姊妹，祝阮恭敬拜列，愿你听阮祈祷恳求的声，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阿门。好，咱依然为着组织守望来祈祷。咱伫一礼拜中间，咱要为着咱的牧者，嘛要为着咱规礼拜进行的事工，所有的同工来祈祷。每一日今仔日礼拜是第一主日第一天吼，咱为着过来为礼拜吼，7天来祈祷吼，为着这个牧者同工祈祷。煞者咱依然有迄个为着主日守望的祈祷，咱要为着领袖高峰会要来举办来报名，这举办会通来顺利吼，会当举办这领袖高峰会有真好这效果吼，嘛会通或者通过这好的教导或者所管理咧，会通得到最利益。那么为着环岛，咱第二梯次的环岛旅游，当时要出发。明仔载要出发吼，4天3暝吼，4天3暝，咱求主带领这行程活动拢平安人员出入拢平安顺利吼。第三点，来咱嘛要为着青衣区来带到啦，青年吼第一区吼，咱为着区长民言小组长恩典子仙引旗吼求主赐福福音，会通有合一的灵，会通带领同工甲组员来到伫上帝面前，福音伫这过程的中间，拢较有通对上帝搁较来，搁较侪快乐甲听心，互人福音也会通将耶稣基督听，这真实传到每一位志工甲这细汉囡仔这个夏令营特别来开始第二为着要结束的这学期的学生来祈祷求主福音伫转换，为了要来进一步吼这头前路拢求上帝，相信福音就平安伫组员甲每一位新学员的中间，会通福音更加清楚上帝对因的心意甲计划第三为着每一位组员的信仰成长来带导，求主会当开启因的心互因愿意更加侪来认识上帝。透过这个 A1 初信的课程，会通来建立根基最后愿意来受洗，成做上帝的囝儿。好无？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吼，做开声来祈祷。听堂的天父上帝我要为着领袖高峰会来祈祷求你帮助领袖高峰会。在伫办理的过程，拢会通平安顺利。透过同工参与伫领袖高峰会，在训练，互因会通得到更加侪在领导管理在效果。求你来帮助特别明仔载开始有环岛旅游4天3暝，主求你来带领牧师甲在兄弟姊妹互因伫4天3暝所要到的每一个点，拢会通顺利平安，互因伫迄个所在欢喜来旅游，也会当体会到上帝你所创造最这美好的情景。只要真好的领袖，为了庆祝甲咱60周年所办的活动，伫遐有真好的果子。也要为着在青衣区民言区长小组长恩典子先引起来祈祷。主啊，你在这个青衣区的需要帮助因所计划这夏令营这时间，拢会通应神要人帮助这细汉囡仔的生命品格更加成长特别是这个暑期了后，因这些学生有这个课程要来转换的时阵，主啊，求你也帮助甲因三个弟弟，互因新的看见、新的领袖最后我们要为着这个组员的信仰来祈祷帮助在青衣区每一位组员有上帝你的听，甲因的中间互因的信仰更加哪进步，互因透过这个研习训练的课程拢会通进一步来得到成长，会通互因来认识上帝，来信上帝，来受洗礼。我来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
免。最後，咱用主禱文三甲來感謝，阮佇天的爸，願你的名聖，你的國臨到，你的旨意成，你對你親像佇天裡。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過有，親像阮也有赦免過阮的人。無你帶阮入去試，就救阮脫離迄個歹的。因為國、權能、榮光，攏是你所有，代代無盡。阿們。你若用嘴宣認耶穌是主，心信上帝有互伊對死人中過活，就會得到救。因為人心信就得到稱義，嘴宣認就得到救。請咱做伙來吟聖詩168首，求主聖神降臨，請起立來吟全首。求主聖神降臨上甲阮福氣，予阮可通有上帝的安慰，使阮平安伴過世人所期待。願你信心地徛在，帶阮腳步，專心仰望主耶穌，虔誠祈禱，願有信心地活過。主，請你來。請咱猶原徛佇咱同心來祈禱。創造宇宙萬物，充滿疼的天父上帝，你創造世界了後，繼續掌管萬物。你無過離開阮，反倒親自參與歷史，用你奇妙的智慧甲旨意引帶人類的腳步。你是有計劃的主，佇過去、現在、將來。攏是你所管治，你的慈愛直到萬世，你的信實永不改變。阮今仔日自職向你獻上敬拜甲學樂，願你的名得到榮耀。主啊，阮人雖然受你創造有你的形象，毋過心內攏有罪性。阮常常自私，將家己的利益放佇頭前，無體貼別人。也無追求你的心意，我的行為無完全，思想也常常走拙。求你赦免我的罪，除去阮心內一切不義，互阮重新歸向你，活出你所歡喜的生命。感謝你，主啊！你一直看顧我的教會，阮感受到你的恩典真濟。特別感謝你，賜予阮教會的事工，無論是敬拜、團契。關懷宣教，攏看見你的手佇中間做工。今年教會設立60周年，阮心中充滿感恩。特別是這回主題曲創作競賽，你予阮有真好的音樂文字的回憶。最後，阮會當有3首作品，
这是你稳定的记号，阮会使用这个诗歌献诗学到你，也纪念迦南教会60年拢伫你的听内底成长，阮真欢喜，也真感动。主啊，阮有一个需要，你知影阮大人心内所求，求你亲自照顾阮每一位兄弟的生活、工作、家庭、甲信仰。你是慈悲的爸，是医治者。求你将平安、智慧、力量，甲毋忘赏赐互阮，互阮活出信心的见证，做你国度的工人。这个主日是圣日大专中心请安报告的一个奉献主日。恳求主，你来拍开阮的心门，互你透过你至诚牧师所得到对你遐来的启示甲感动，将伊所准备的信息来宣讲，互阮来得到养赐。恳求主上帝也伫中间来运行，赏赐阮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看见，成做阮生命的帮赞。阮的感谢甲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有主的名，叫阮的走，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58篇。就是罗马书第8章。关系这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上帝若为咱，啥人会当抵挡咱？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减袂将万米嘛白白赐互咱。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宣判因做义人是上帝。那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毋是耶稣基督。伊已经死，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国活。敢坐伫上帝的正边，在替咱祈求。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患难，是困苦，是迫害，是妖恶，是散车，是危险，也是惨死。照圣经所记载，为着恁的缘故，阮规日面对死的威胁，阮互人看做伫要杀的羊，拢毋是伫遮的一切的代志，咱靠听咱的上帝赢到有春。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灵界的统领者，也是权力者，是现今也是将来的，是天顶也是地下的神灵，也是其他的被造物，这些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这是要请平安四重唱来献诗，伊所要吟的诗歌是信心不停。你绝必发誓，危险环绕，怀揣之音有四面烦扰，似乎无所望，又无所惜，凡事皆是意，时常忧虑，信心不停止，耶稣是基，信心不停止，无时可畏惧，信心不停止，此路最好，信心在夜里，如在白昼，万事尽顺利，就全光明，何处
稣是释迦，何处战争？你我遇见那是神心意，此时可见证神有全能，信心不停止，耶稣是基，信心不停止，无时可为尽，信心不停止，赤怒最好，信心在夜里，如在白昼。神是你智慧，神是你意，常与你同在，是喜。耶稣明白你，知你欠缺，凡事心托住，扶持攻击，信心不停止，耶稣是基，信心不停止，无时可为君，信心不停止，思路最好，信心在夜里，如在白昼，圣徒须勉励，切勿失望，救主只是我得胜之方，耶稣引导我与他成近，我更有信心，绝无变更，信心不停止，耶稣是基，信心不停止，无时可为尽，信心不停止，此路最好，信心在夜里，如在白昼。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8章26节到39节。耶稣甲门徒坐船去加利利的对面岸，吉拉新人的地区。耶稣落船上岸，有一个鬼附身的人对城里出来，拄着伊。这人已经真久无穿衫，嘛无住伫厝内，拢住伫蒙阿堡。伊一个看到耶稣，就拍伫伊的面前，大声喊：“至高上帝的囝耶稣，你莫插我恳求你，毋通甲我苦楚。”因为耶稣有命令邪神对这个人出去，邪神捌真济摆，甲伊掠地，人甲伊关起来，用铁链甲伊链，用骹扣甲伊扣。毋过伊甲锁链拢踹断，搁互鬼赶去旷野。耶稣问伊：“你叫做啥物名？”伊应讲：“军团。”因为有真济鬼甲伊附身，鬼哀求耶稣毋通命令因入去请恩。迄时附近的山坪有一大群猪在讨食，鬼就求耶稣互因入去猪群，耶稣准因。鬼就对迄个人出去，进入猪群，规群猪就对山坪撞落去，撞落去，乌泥毒死。遐个饲猪的人看到所发生的代志，惊甲走去城内，甲乡村报人知。众人就出来要看发生啥物代志。因来到耶稣遐，看到邪神已经对伊出去，迄个人有穿衫，精神正常，坐伫耶稣的骹前，因就真着惊。看到这代志的人，就将迄个互鬼附身的人
得到医好的代志，甲众人报告。吉拉心附近所有的人求耶稣离开因遐，因为因非常惊吓。耶稣就坐船倒转去，背对伊出去，迄个人求耶稣爱要缀伊去，毋过耶稣叫伊转去讲，转去领导，将上帝为着你所做的一切的代志报互人知。迄个人就转去，将耶稣为着伊所做遐尼大的代志，传扬互全城的人知以上。即是要请李志成牧师讲道，伊所要讲道的题目是“对主得活命”，对主得活命。主人兄弟，大家平安。我先小可自我介绍一下吼。真侪人会问我讲，牧师你伫对一间教会牧会，所以我做一摆伫遮解说啦吼。我是机构的牧师吼，即个机构呢是咧做咱国内的大专宣教的机构吼。小等我较来介绍即个机构是咧做啥物代志吼，属伫倒一个单位。大先咱先来进入今仔日讲道的部分吼。有一个人，伊去做即个规身躯的健康检查，报告出来了吼，走去甲伊的朋友讲啥呢？伊讲：我即摆吼开几啊万箍去做身躯的检查，无采钱佮无采工，乃一个红字都无啦，一点仔毛病拢检查无出来安尼，听起来怪怪的。毋过介先阁有淡薄仔道理吼。讲到健康检查，毋知影咱是对一派的，是迄个要去病院，着爱人安尼拿车拿高正，佮半用拖的，足惊讲去会检查出啥物毛病。另外，佫有一个人无照气工咧洗喙，讲伊气面即个喙齿吼，气面小可愈侪就出血，喙齿疼嘛，毋敢找医生，拢干若食止疼药啊，落尾喙齿发炎，规个面肿敢若猪头，等互人拖去找齿科。一看，不得了！这3起爱抽神经，迄3起爱慢，这5起爱补。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满心怜悯。极大的疼痛，万权能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无看阮是卑微佮误会，差派耶稣来到这世间，为着要拯救阮脱离死亡的道路，带阮行永远的路，佮赏赐圣神保惠师，帮助阮通明白耶稣所行所启示。但阮恳求你使阮悟性，对圣经的记载所听到的道理。深受感动，生命得到安慰甲医治，得到跟对耶稣脚步迈进的快乐。同心伫你面前祈祷，是奉靠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免。咱的周报内底有即个讲道的大纲吼，咱会看着大纲的第一点讲，今仔日是要讲几啊故事啦吼。因为今仔日这段的经文记载讲，耶稣甲门徒坐船去加利利的对面岸，结业新人的地区，伫遐拄着一个富贵负心的人。这个人赤身裸体力量极大无比，住伫蒙阿波。根据路加的记载，用咱现代人的理解，这个情景吼，拄啊咱的师会嘛足够的吼，伊咧读圣经，足有画面的安尼吼，连迄个开口拢有表现出来吼。敢有看过一出电影，有一点仔老啦吼，叫做《恶灵古堡》，足少人听到即用安尼讲啦吼，《恶灵古堡》啦吼。敢若亲像迄内底电影内底迄个活死人吼，敢若剩伊的肉体的形状。是一块会去伤害人的肉，用台语讲，即个已经毋正人啊吼。
咱咧读路加福音的时阵，咱爱知影路加是一个真够用对比来讲故事的人。伊用即个手法是为着要互听的人一听就知影讲重点伫倒位。大先路加讲着讲耶稣去到即个加利利的对面岸，对犹太人来讲，即个吉列新人即个地区呢，伊是非犹太人的所在。莫讲是食饱伤闲，去遐当做咧踅夜市，其实因是连经过都去嫌。因甘愿踅较远的嘛，无爱对即个外邦人，毋是犹太人的地区来经过。所以即个加利利的对面岸，咱毋通甲伊当做干那是地理上的对面，更加是表示耶稣爱军队伊的人会通甲耶稣做伙，对舒适的环境行出去。然后行入去，毋愿意面对感觉厌恶的所在。路加伊用安尼来表达讲，基督的救赎用疼带来的医治，未受到宗教、种族、性别、经济等等的限制。第二个对比是，迄个互邪神附身的人，甲吉列新人的对比，迄个互邪神附身的人，伊内面的邪神，伊看出耶稣的权力有偌大，所以咱看见经文记载讲，先来比大声嘛吼，所以本来按算含耶稣比大声，甲耶稣讲，至关的上帝囝耶稣，你莫插我，甲你拜托一下，你莫互我苦楚。咱若看无共款的版本吼，咱会看到迄个你莫插我即句，有诶翻译会翻译做我甲你有啥物相干？吼，我跟你有什么相干？也是讲有诶翻译做讲你是安怎要甲我干扰？但是即句话吼，其实希腊文足歹翻译诶。即句话希腊文叫做 TMOI 开所以吼，伊诶意思照字面来翻译。直接翻译会变做安尼吼，啥物像倒一个是安怎？你甲我，若照安尼翻译，无人听有啦吼。用咱的文化来理解吼，就是讲吼，我甲你田无够水无流，你行你的路，我过我的桥啦。吼，咱莫小交叉就好啦吼。这个邪神大声发出耶稣的名号，至关上帝囝耶稣看会赢袂？结果想袂到耶稣竟然就冷静的讲：“你叫啥物名？”邪神听到这个问题了，就知死啊吼！伊乖乖啊，甲家己的名号报起来，讲伊叫做军团，有的译本叫做大军。伫迄个时代的观念。知影对方的名，就有权对对方下命令。其实一直到咱即个时代，嘛是有即款的观念存在吼。亲像咱咧看人搬戏的时阵，电视有无？迄道士咧做法，煞无拢是讲恭请太上某某君，急急如律令。吼，就知影即个神明的名，就会当甲叫落来啦。吼，差不多是安尼吼。所以，咱伫旧约出埃及记3章的13节到14节，就会看到摩西甲上帝讲：“我去以色列人遐对因讲，恁列祖的上帝有派我来恁遮，啊，因若问我讲伊叫啥物名，我要安怎甲因应？”结果上帝甲摩西讲啥？我是自有应有的。其实摩西嘛算巧人吼。摕以色列人做借口，想要甲上帝的名问出来。其实摩西迄个时阵咧问，是想要透过知影上帝的名来控制上帝。啊，上帝敢有遮简单去互摩西好去？无啦吼，所以上帝甲摩西应啥？我是自有应有的。用英文的翻译叫做 I am who I am 啦。用台语拄啊像囡仔拍电话转去厝里有无？
喂，妈，我是我啦，就是我是我啦，吼 ，I am who I am，就是我是我啦，吼。上帝甲摩西讲：你毋免知影我的名，你只要甲以色列人讲，我是因列祖的上帝就好。所以伫写信报出伊的名号以后，伊哀求耶稣毋通命令因进入深渊，互因进入附近山坪一大阵即个讨食的猪群就好。是安怎耶稣会允准即个写信进入猪群？其实咱真歹得到，互所有的人拢满意的解说。动物神学家会讲，敢讲猪的性命就无价值吗？啊，饲猪的人财产的损失是要叫耶稣赔吗？直接甲写信赶入去深渊，敢无好？是安怎着搁爱牺牲即大阵的猪？有人讲，因为猪仔对犹太人来讲是无清气的动物。啊，毋过咱毋通袂记住，即个所在毋是犹太人住的所在呢。吼，所以咱即摆爱来看即个互写信负心的人，甲即个互写信负心的人的对比，就是遮个激烈心人。因看见即个情绪互写信负心的人，穿衫坐伫耶稣的骹前，精神正常，因着真着惊，惊甲拜托耶稣离开因遐。即个惊甲拜托耶稣紧走的行为，咱阁会记即啥物时阵拄啊出现无？其实伫头前拄啊出现尔呢。写信看到耶稣，甲耶稣讲：你莫插我呢，拜托耶稣紧走。所以到遮，咱真正分袂清楚，到底是谁去互写信负着，到底是即个真正互写信负着的人，还是即个激烈心人？即个互写信负心的人无穿衫，力量极大无比，住伫蒙阿堡拄着耶稣了后，伊恢复人的性命，对社会性的死亡顶头生。即款性命的转变，去互激烈心人感觉足着惊的。是安怎着惊？因为因本来已经习惯的生活发生改变啊，而且佫发生极大经济的损失。若是照马可福音的记载，即群猪约略超2000只。有人对今年的猪仔价有研究的无？我有去 Google 吼，2000只猪用台票来算，差不多9亿。借问一下，今仔日耶稣一落桃园机场来桃园的第一天，就造成桃园地区9亿的损失。请问恁会拜托伊留落来做市长，还是叫伊紧走？对嘛？吼，咱开始会当理解这个激烈心人心内咧想啥吼。但是一个赤身裸体看起来会伤害人。有目睭，咱拢知影离伊较远的就好嘛，对无？吼，即款的颠倒无遐尼恐怖。一个穿插看起来介高尚，西装，我今仔无穿西装吼，佮配乌头鞋，也是穿洋装挂盘链，啊，毋过心内充满歹念头，有恶毒，有怨妒，有凶杀，有私通，有奸淫，有偷窃，有伪证，有诽谤，比外表看起来恐怖的人佫较危险。啊，毋过咱回头转来想看觅，一个人是对出世就充满恶毒的歹念头，还是成长的环境造成的？应该咱拢会同意是成长的环境吼，应该无任何一个人对出世就注定爱做歹人。人讲对出世注定爱做出世就注定的代志有3项，第一项叫做爱纳税，6月底爱报税啊，对无吼？我搁还未报，会歹势。第一项爱纳税，第二项破病，
第3项死亡，但干那这3项是注定的啦吼。恶毒的歹念头对倒位来？咱讲是对成长的中间、过程的中间，遐创伤的产生。咱定定拢叫是讲，时间过去，我倒会无代志。这拄有一本册啦吼，以为时间久了我就会没事。吼，叫是时间过我就无代志，毋过现实是啥？空喙若无得到医治，无受到照顾，咱的肉体咱拢真清楚。空喙无医治无照顾，就是会妇人会生毒疮，会溃烂，会发出臭味。心灵嘛是共款，内心的空喙。会生出逐款的镜头，然后我即摆理解是，咱会甲迄款逐款的镜头当作是罪，就是我拄仔讲的遐恶毒啊、怨毒啊、凶杀啊、偷窃者的，咱拢看到表面上遮个因为伤喙造成的即个镜头。因为咱拢知影，除了真特殊的情形以外，大部分的父母翁婴仔拄仔出世的时阵，佫会记家己的反应无？对一个毋是笑嗨嗨，拢欢迎即个婴仔出世嘛吼。啊，毋过渐渐开始就感觉到困去哪天使，醒起来哪啥？恁讲的吼。这个父母逐款的镜头豆豆会出现哦，会对好面相变做歹声扫。佫较严重的会起骹动手，咱嘛拢捌听过讲，有个人可能，有个父母可能安尼讲，若早知有一天你会变安尼吼，早就伫你出世的时阵，甲你吊死。好，是安怎安尼？咱佫用结婚来讲，拄仔结婚的2个人拢嘛有誓约，爱彼此相疼嘛。啊，是安怎？有个人行到最后会对相疼变做相拼？是安怎会变做敢若亲像冤仇人？用一个上接起来做例来句话，叫做接起哥，捌听过吼？到底接起哥是爱对尾啊安尼接，还是直接安尼接就好？吼，有人会为着一条起哥安怎接来冤家？敢讲面头前这个人比一条起哥较无价值？啊，有人讲，既然若安尼。虽然用虽人的起歌，甲一人一条都袂冤家啊！敢安尼？我看伊迄条起歌安尼，我就心内无爽快啊！我手就足痒，想要甲伊接好对头去，对无？咱问咱家己啦，我就是迄个对尾仔接的迄个啦，我知影。啊，毋过问题毋是在伫起歌安怎接啊？因为咱无去了解迄个，伊照规矩对尾仔来接起，搁接甲接袂出来，爱搁摕家底对中甲交互开，一点仔都袂当讨债。咱毋知影即款人对细汉是安怎样为着接起搁的代志去互人修理。轻欠是好代志，啊毋过无健康的轻欠会互人的性地。变做亲像互邪神附身，厝内冰箱阁有虫仔，转来的时阵加买一把虫仔，会互厝内的翁还是厝内的某，一念念半点钟，对启示录念甲创世纪，迄个古早拢袂记的代志，拢压出来念。准时是好习惯。啊，毋过无健康的准时，会互身躯边的人神经线随时平安，一点仔都无法度放轻松。认真做工是好代志，啊，毋过做工做甲家庭拢无要顾，做甲干那代志完成所认定的完美上重要。四周围的人，无论是家庭还是同工，关系破坏了。甚至甲人当作工具嘛袂要紧，追求和平真重要。啊，毋过为着要维持表面的和平，拄着问题毋敢讲出来，
地势问题哪来哪严重？每一项咱认为好的代志，嘛拢有双面。咱爱来问咱家己，有啥物咱所坚持的代志无？为着迄个坚持，咱甘愿牺牲啥物？咱敢捌发生地发甲规个拢付出去的程度？敢捌有迄号着惊一个规个头壳拢空空，敢若想要紧选？敢捌为着某人讲一句话做一项代志，明明知影伊毋是出对歹意，啊毋过伤心甲暗时困袂去，才是食袂落。敢捌想过咱的价值观是经过啥物代志所建立的？阁会记我一开始讲的迄个两个故事无？请问你是定期健康检查派的，喙齿痛就赶紧找医生的，还是莫管莫插，食止痛药仔就好？毋知咱是对一派的？耶稣来是要来照顾、安慰、医治。咱会通诚实对耶稣诚实讲，我的爸爸，也是我的妈妈，也是照顾你的人，伊安尼甲我对待，我足惊，我足痛，我足受气。咱会当安尼甲耶稣祈祷啊？也是咱会像遐个激烈新人讲，耶稣这个镜头，我无想要看，你紧离开。可能会有人讲吼，牧师你讲甲遮轻松，你毋知我经历过啥物，所以我即摆要甲恁讲我经历过啥物。我捌抽过神经。我嘛有满喙齿、整喙齿过，我知影迄偌恐怖。我无讲嘛，无人知影讲，我是互人讲大汉的。我上尾一摆互人讲，是我高中2年，到大学4年，阁互人叫去罚跪。甚至我经历过。我的时代叫伊时代啦吼，莫互恁知影是我的老爸啊老母啦吼，留一个面子互伊的吼。我的时代伫我的面头前，毋是讲我哦，野吹啊，哪讲家己，哪好讲，我讲你袂听，我讲我家己，是我袂晓教囡仔，听了心该酸着。是安怎我会当安尼甲恁讲？因为我甲即件代志真认真，甲耶稣讲过，伫祈祷中找耶稣医治过啊。咱真正毋通想讲，无讲无人知，咱的上帝拢知，嘛咧为咱毋甘。耶稣咧等待咱，找伊甲咱相识。上帝敢有法度改？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我靠人家己的气力，一点仔都无法度。咱可能嘛拢捌试过，用劝世名言，靠主的名宣告，参加一摆搁一摆的特会，可能暂时有效，迄个暂时就亲像咧食止痛药啊。但是咱就会发觉到，是安怎即个剂量哪食哪重，到有一天食袂顶重的时阵，伤害着无辜的时阵，咱才会发觉到原来伫咱家己的内面，都有一大群家己的空喙所组成的军团。咱的性地，咱的个性，是对受伤的经验产生。当咱诚实到主的面前，承认着伤，咱的囝兄会得到平安，
艰苦得到安慰，受气得到理解，空喙得到医好的时，咱对主会得到新的活命，咱的活命会得到改变、更新。咱才会体会到，在地人袂话，在地上帝凡事拢会。嘛毋通想讲是我较有勇气，我较敢甲上帝讲这个代志。连我敢甲上帝讲这个代志，拢是对上帝恩典来。不只是个人，团体嘛是共款，社会嘛是共款。总是咱对咱个人受伤开始得到医治。教会今年60周年，伫60年的中间，一定嘛有大大细细的空喙。毋是讲教会就无需要耶稣，教会就是一个因为需要耶稣所存在的所在的集合。所以教会嘛共款，需要甲上帝、甲耶稣讲，阮因为虾米代志真受伤。真受气，真惊吓，相信上帝伫咱的生死的中间，伊要赐了医治。愿主会通赐予咱勇气，对主来承认性命的空喙，领受主的医治，然后咱就将通上帝为着咱所做一切代志报互人知。亲像即个互耶稣医治的人共款，嘛邀请人来经验上帝无比的疼，咱同心来祈祷。赢过一切大权能的主上帝，你有找耶稣对阮讲，得到全世界总是失了性命是上愚妄的，求你将阮找求你的照顾。安慰、医治，互阮性命的空喙得到医好，性命得到更新，佮活的开力，通对遮出去，见证你的疼痛甲救恩，邀请人来同受福分。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我接下来做大专事工的报告。帮我切这个投影片一下。好，我即马来介绍这个宣教的机构。咱这个宣教的机构是属于新德中会台湾基督教会新德中会大专部所设立的一个机构，叫做新德大专学生中心。阮中心咧做的代志，就是做大专的宣教。大专的宣教，就是对未信的，互伊进入初信；初信的进入深信；深信的开始装备，装备了会当服侍，差不多大学4档就结束啦。就真做教会的同工。所以大专差不多就是做这个阶段的工作。总是，阮一直欠同工，就是因为大专生入来大学1年，上加研究所毕业，上加6年、7年，总是有一天伊总是会毕业，毕业了就进入教会，伫教会服侍所以阮主要就是做即个中间的代志阮所做的遮个事工以及伫学校内底的团契，我来介绍咱知影新德中会真宽北平对南口以南，南到大甲溪以北拢是新德中会，所以咱新德中会分做4区，毋过大专阮人力敢若有法度分做3区就是北中南。所以我本身是负责桃园中立地区，我下早是对中立桥倒摆过来啦毋好想讲我对新德徛来，我无遮少年。嘿另外新德区是区牧师就一区一区介绍。咱即马
遮所看到的吼，就是有团契的学校吼，啊，当然人力无够的所在，阮就是会邀请学校附近，若是有教会，也是有阮的毕业生，就邀请做即个义工辅导吼。啊，中区是即个区牧师，然后有2个义工辅导。啊，南区呢是旧年中会稳准会当申请，就是增加一个传道师啦吼，老传道。因为其实咱的区要这样看吼，啊，古早阮南区苗栗区其实一直拢是用事工助理吼，啊，长期即个事工助理咧换足紧的吼，所以对团契也是讲对事工来讲足无稳定的，所以一直努力啊，总算伫旧年吼中会搁加聘一个团队吼，啊，所以但是因为加聘即个团队吼，所以负担嘛加足重的啦吼，啊，所以嘛爱为着这来募款吼，啊，过来我来介绍阮所做的事工有啥物呢？阮其实开真侪时间伫互学生对家己的生命认捌，对认捌家己出发啦吼，啊，所以要认捌家己，透过各种的灵修的方法，包括像解梦，吼啊，解梦毋是像伫菜市仔内底迄个，甲你算命迄个解梦吼，即个解梦是。阮讲梦是上帝寄予每一个做梦的人上特别的 love letter 情书，啊，即封批呢，干那做梦的人家己看有，吼，所以干那家己有法度解家己的梦，别人无法度替你解。啊，毋过是安怎，咱拢感觉咱做的梦足奇怪，是因为咱无方法啦。吼，亲像电脑的迄个档案，有时阵伊需要解密吼，啊，所以咱需要有遮个密码去解吼，啊，认捌即个梦了，咱就知影要安怎样祈祷和上帝对话吼，所以即个解梦会灵修，然后9月份阮会举办一个迎新茶会吼，就是邀请过来咱桃园新竹苗栗的遮个新生有头一摆的组织，啊，即个组织就是甲因介绍讲。恁来到即个所在，有啥物装备，有啥物活动，有啥物团契当参加啊？找教会伫学校附近有啥物教会，阮会介绍安尼。然后10月份呢，阮就会办一个营会，叫做“可以若你要”吼。啊，即个营会呢，其实是阮真重要的宣教的一个营会吼。啊，名称，即个名称其实就是对希腊文的 koinonia。直接用音翻译过来啦，吼！啊，koinonia的意思就是团契，吼，团契就是足歹解说，啊，毋过参加过的拢知影迄是啥，吼！啊，所以即个营会其实就是你参加过团契，但是感觉团契拢一直干那咧服侍足忝的，吼，就是来学习要安怎样享受团契的生活。啊，无参加团契的人参加过，就知影啥物叫做团契。啊，即个团契，即个营会呢，阮统计吼，逐年安尼统计落来，逐年拢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人生第一摆接触到教会，第一摆参与基督教的活动。然后营会3天2暝结束了后，转去到家己的学校继续参加团契的囡仔，比率有偌悬呢？98%以上，吼，差不多一个都走袂去啦，吼，甚至后来洗礼啊，嘛有献身的吼，啊嘛有伫即场做真好上帝的工的吼，3天2暝伫圣经学院，阮一个人收700块，大家就知影是安怎，我爱出来募款啦，吼。然后呢，阮有一天的旧年的10月车站吼有。拄啊放假吼，所以阮有办一个工作坊，叫做艺术戏剧的灵修，吼，透过艺术，透过戏剧演戏来做灵修吼。然后这主要就是要互大家知影，讲咱会当透过各种的方法来灵修、来祈祷、来甲上帝对话吼。然后阮就伫今年的228迄个年假吼，阮就办4天3暝的即个灵修营吼。啊，阮的讲师是有执照的心理师，吼，啊，伊本身的即个专长就是伫戏剧的治疗，吼，是即个马街专校的校牧
伊本身嘛是牧师吼，嘛是心理师吼，即个周牧师。然后，阮3月阁有一项是总会无报告着啦吼，阮会鼓励学生参加总会的圣经大专圣经神学研究班，就是透过研读圣经吼，对上帝的知捌会当增加吼，会当搁较深入捌上帝。除了咱伫知捌顶面的装备以外，当然上重要的是爱和上帝有关系吼。要安怎有关系，就是爱透过灵修祈祷吼。所以恁会看到，阮举办足侪关系灵修的代志吼。即个联合的聚会是属于交易吼。大专生的交易因家己会生时间出来吼。当然对辅导嘛是共款爱有装备，所以我嘛有举办即个辅导的训练。即个训练呢是开放予所有教会的兄弟姊妹，你只要有心想要正做辅导的，也是你即摆已经是辅导的，拢会通做伙来受训练吼。这是开放予所有咱兄弟姊妹会当参加的一个训练。然后呢，咱知影有新生，就有毕业生吼。毕业生，阮古早拢是办一个毕业礼拜，送一本册，就送一个礼物，安尼就结束吼。后来阮发现着讲要送啥物礼物，对毕业生来讲，迄个利益会当够上大吼。后来我发现着，带因去灵修是上好的礼物吼。3工2暝，甲伊的手机收起来。阮直接没收伊的手机啦吼，3工2暝，甚至阮甲讲，你所有的电子产品，毋是干那手机包括电脑、包括平板，拢总袂当砸。就是手机阮会帮伊保管啦吼，到营会结束较互伊。是安怎要收手机就是要教因专心甲上帝祈祷，专心去和上帝对话，所以。咱会看到有即个灵修的部分是自我认捌，发觉着家己的心内有啥物需要耶稣的所在，有啥物过去的故事爱甲耶稣讲的，然后学习即个静默的祈祷，会通好好甲上帝讲。另外，即个嘛是自我认捌的一个叫做曼陀罗工作坊，这嘛是灵修就是透过画图的方式，去追求人生有上帝的即个圆满是伫就是即礼拜拜五要举行好，这是阮所有规年度的即个活动然后阮有一寡专款爱募款的一个是青函奖学金，每一学期会发1摆；一个是志工的助学金，就是互学生会通有拍工的机会，毋通为着爱拍工牺牲团契的聚会这是专款。若奉献伫专款，就是专用就袂用伫摊桌遐个时间。拄我所介绍遐个时间，阮一年的经常费今年的经常费是335万另外这是专款的部分，佫有一个专款的部分是为着即个传道人来募款就是阮希望。咱新德中会有50间教会平均阮希望讲平均落来，一间教会找着12个，一个人一年，毋是一个月一年奉献1000，安尼50间教会落来一年就有60万所以，若是有人愿意为着即个旧年新聘的传道人来奉献的会当加入即个。教会12分度的即个计划内底就会通减轻伫即个新德中会的负担。然后呢，即个是为着新德大专的即个经常费来募款的就是阮希望会当找着50个，一个月奉献500块，持续3年4年其实对即个事工，无论是伫发展还是即个维持。运作来讲，拢是足大的帮助。然后呢，伫电子媒体，阮有粉丝专业，我真正袂晓用台语讲，总袂当讲冬粉嘛，对吧？
阮的迄个脸书的粉丝专页甲一个 IG 啦吼，请大家甲阮扫描吼，起赞起分享，嘛是正做一个宣传吼。然后阮嘛需要恁来为着即个事工，即个宣教的事工来代祷，所以你若愿意正做阮的代祷勇士，奉献伫后壁嘛有。即个你会当留你的名，甲你的即个电子信箱，阮会甲代祷批寄去伫恁的电子信箱内底。然后你若是愿意正做即个长期为着长期小额为着大专的奉献伫遐内底嘛有即个信用卡的记仔会当填写吼。请大家会通为着大专的宣教事工来代祷甲奉献。以上报告，多谢。请咱来唱回应的诗，圣诗171首，上帝所赐活命，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起立。我
亲爱的阿爸天父上帝，阮俄罗感谢你，因为阮即马所有的一切，拢是对你来的。阮所有丰盛的性命、工课、读册机会、家庭生活，这拢是我靠伫你的恩典所享受。所以你配得称颂、贺乐、甲感谢。即马阮甘心乐意用面前的金钱、时间、才能来奉献，当作祭物献互你，因为这一切原本都是属伫你的。阮伫遮安尼来献上，愿你干了，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妹，请坐。这时请顺经长老来报告。好，看你姊妹大家平安。今天唔知道头一遍到底教会无？来，没有看到你那个介绍单，贵姓大名？苏姐妹是吧？苏就是那个苏东坡的苏，然后心就是一个人字旁，在一个欣欣向荣的欣，怡的话是一个人字旁，在一个义。苏心怡姐妹，咱泡泡欢迎哈！这是那个平安小组的素珠小组长所带来的姐妹哈，我们一次欢迎就终身欢迎你哦哈，那欢迎哈。还有没有？好，那是无咱来继续来报告哈。来本主日是迄个新竹大专纪念书日，咱非常的感谢李志成牧师来给咱讲道请安报告，咱拄啊嘛看见因的讲解所以请咱下节继续为着因来关心，搁大道奉献。那么感谢李志成牧师今仔所带来的信息，感谢，谢谢。咱设教60周年奉献目标是200万哈。咱入迄个49号1楼倒手边的壁顶有一张大海报，拢有看到无吼？迄个每一家是5000块吼。咱听好来伫咧架顶来签名，你一个人要签一架嘛会使，2人、3人、4人、5人，你若签袂落去，你就甲写落去吼。一架5000块吼。感谢你进奖，你已经有奉献啦吼。你嘛会当伫遐来补签名吼。咱即个奉献第一的时阵吼，咱来注明是60周年的奉献的记忆吼，写得清楚吼。下一页好来，这是伫迄个大日壁顶迄个所在吼。好来，以上。好来，核心单工时间研讨会，咱要伫后礼拜的1点吼，咱要来检讨今年度甲规划明年度的时间，所以特别要邀请咱遮所有中级区长、组长、校长、队长，一定要后礼拜1点来准时来出席。台湾的领袖高峰会这是伫桃园嘉南开放场，日期是8月7、9、16，这拢伫星期六9点到5点，伫咱本堂新堂迄边的所在吼。若是接待会友咱若是有专琴的奖金，然后前请专琴出席奖金5000块的补助500块。大家听种欢喜的，500块的补助7月13之前报名迄个月末为止，报名费偌济钱记哩无？1700补助500块，袂歹OK 来。来，这是迄个领袖高峰会OK 咱看一个这个影片来，这边请处长来补充来，快来。好，谢谢。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哈。容许我讲华语了哈。这个大家都知道，世界奥运是有很多的那个运动项目，对不对？好，其中有一项就是男子的篮球比赛，然后在2008年的奥运就是在北京举办的哈。那我们看下一页。
那这个美国队呢，一定会组成一支队伍前往参加哈。那美国他们就把他们有很多职篮，对不对哈？那他们就组了一个明星级的球队。那这个球队里面呢，包含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荧幕上，你们认识这2位明星吗？黄色的叫什么名字 ？Kobe Bryant， 对不对？然后那个呢，那个白色的呢？LeBron James， 对不对？好，这2个呢，当时他们在2008年的时候，他们效力的是一个是湖人队，一个是骑士队。那他们也就在这个美国队里面就被招聚，所以这个队全部都是像他们一样，都是顶级的明星球员。那他们的篮球的技术，你觉得要再怎么样训练吗？不用再训练了哈，你看建成长老跟我很有呼应哦，感谢你哈。所以他们的技术不用再怎么样的，无可置疑，他们就是很厉害的，所以才会成为顶级的球员。好，那这一支球队呢，是由谁来率队呢？我们看下一章哈。就是由这个 K 教练，他是一个我们来世界的顶级金牌的教练，由他率队前往参加2008年的北京奥运。好，就在打那个热身赛。你们对篮球这方面的东西，我也不是很懂啦哈。我知道在打最后一场热身赛，这一场热身赛是关键到这个球队能不能晋级比赛金牌。所以热身赛这一场对美国队很重要。如果打赢了会怎样？谢谢。打输了嘞，他们就包啊款的登去美国啊，都无啊，跟这个金牌没有关系。所以呢，他们就很认真的在打这一场。没想到这一场热身赛，我们刚穿黄色衣服的是谁 ？Kobe， 他打的可以讲一塌糊涂。铝头怎样不进都没有办法进，他不是一个很职业很厉害的人吗？铝头不进，然后另外一个就那个 James， 简直就是快疯的。那个 Kobe 他铝头不进，可是球都在他的什么手上，所以大家都没有办法发挥。然后这 James 就一直用很愤怒、暴怒的眼光就对向这个 K 教练，就看着他，意思就说怎么办？这个人完全在那边飞来飞去。然后这个 K 教练就在讲说，他当时在叙述这一场的时候，他觉得等一下就会有狂风暴雨要出现了，等一下他要处理一场狂风暴雨。但是很庆幸，美国队有没有赢？赢了。所以呢，他们热身赛赢了，就很顺利的晋级到什么金牌赛，就可以晋级到金牌赛。哦，他们就不断的打到真的美国队就真的进到什么冠亚军赛了。好，就在要进入冠亚军赛，再隔几天就要比赛了。这个 K 教练就把所有的球员全部都招聚起来，大家就想，哎呀 ，K 教练可能就是在告诉我们，就是要来怎么样来打这个金牌赛，有策略，有攻防，要怎么样，就在想 K 教练可能是要来告诉我们这个话。结果呢，大家就在那边等着 K 教练跟他们说，哦 ，no， 我今天没有要跟你们谈。什么攻略，什么防守，什么策略都不用。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如何一起相处。K 教练就跟这些明星球员讲，我们要来谈，我们要如何一起相处。还讲说，如果我们把大家的自我，他说 K 教练说，我不会把大家的自我放到门外，我会希望你们把每一个人的自我都带到我们这里面来。带到我们这个队伍来，但是我们的自我要怎样？要融入在这个团队里面。每一个人的自我要融入进来之后，我们就是美国队，我们也必要成为世界第一。另外 ，K 教练我跟大家讲说，我们不要只是听，我们也不要只是在看大家要干嘛，而是要感受大家的动脉，学习彼此坦诚，说话直视对方，准时到场。听起来，这感觉听起来很简单，但是K教练跟大家讲说，这就是球队的文化，彼此坦诚，彼此遵守时间来练球。然后这是球队的文化。他说，球队有了文化，我们就有价值观，有了价值观，我们就能够永续经营。所以2008年的这个金牌谁拿到的？就是美国队哈。对，我知道。但是有一个重点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我在去年跟牧师一起参加这个，跟几个同工一起去参加这个台北场的领袖高峰会。我们有13堂的正场哈正课，每一场都让我觉得欲罢不能，我都觉得听得太少了，我想要听更多，但是就是只有时间就有那么每一堂都这么多，但是我在这里面，我觉得我想要听更多的人的讯息，所以我就买了 K 教练的这一本。这一本叫做什么？叫做领导带人更要带心。我觉得这一本让我收获很多，当然还有很多的人的书哈。但我要跟大家讲，我们不用再去台北去参加什么领袖高峰会，我们就在这边参加，在我们迦南教会原汁原味的搬到我们教会来。8月9号、16号，这领袖高峰会完全跟台北场是一模一样的。我希望大家能够不要错过这个美好的机会，因为这是能让我们每一个人提升，也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领导，怎么样提升我们内在的领导，甚至我们要如何带心哈，带人要带心，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不管有没有补助，我们很值得投资这个时刻。以上，谢谢。谢谢哈，报名到当时啊，额满为止哈，补助我的钱500块，费用呢 ？OK 哈，记得掉哈，爱报名哈 ，OK 哈，好来下一页哈。好来，咱7月初啊，第4处的圣礼典哈若要受洗哈今仔日咯吼，爱你的区长或者是小组长来报名吼，咱7月初6圣礼典搁受洗吼。总务部的消息，7月8月爱参暂停，因为咱服侍人力吼不足所以咱爱参要暂停，要进行调整，求主纪念咱所有服侍者这个辛劳吼。事务部的消息，导游的教学下晡1点伊完要伫7公里教室这内面项目有4项对毋对？拉米，搁有格格不入这走路个交代伊安尼讲，我袂晓讲做伙来办桌，这我会晓讲，欢迎参加吼，1点导游来煞接搁有下晡1点有协会理监事会议伫4公里教室。社区的讲座6月25拜310点半到12点这个主题是两性的斗阵啦相处沟通的艺术曹斌老师欢迎参加。领袖笔记要改做笔记本的形式无要搁牵伫迄酒杯内面拄啊，牧师摕一本互我看，这本这本好来。这本是7月份到12月拢伫每一天拢半年度的牧师要请咱若需要的人听个礼拜煞到迄个1楼的迄个圆桌迄个所在来登记得发互咱发咱都爱写对毋对嘿牧师毋知有要甲咱抽查是要安怎，我毋知影啦拍分数好来要改做一本咱就无后摆就无要搁业OK 好来，台语圣经的朗读比赛，这要伫6月底6月底拜1，或者是报名日期到6月底啦比赛日期是7月20，搁有名额这个 A 组的搁有6个，拄啊迄个负责长老讲 B 组的搁有2个3个嘿C 组的呢，原来是额满啦，原来是额满因为其中有一个人中途报名。所以4组各会当成人组各有一个所以咱把握机会参加第2次的迄个环岛的兄弟会记得明仔载几点集合？6点伫桃园火车站2楼集合伫迄个2楼代替你卖便当迄个所在来集合会记得带什么货？身份证件、健保卡甲个人的药品手机一定爱给你查着，袂给你没收啦迄个5字节就是伸手要钱花，家己去想伸手要钱花毋通像顶有一个姊妹透早要来报道，结果手机就放去客运车内底，袂给你摕落来这个手机去互没收去好来下一页，好来，咱做伙来读这个台语圣经来。当去领导，将上帝为着你所做一切代志报互人知。路加福音8章39节，
搁一遍来，转去领导，将上帝为着你所做一切代志报互人知。路加福音8章39节。以上。请咱三甲来吟上吟，圣诗400首，荣光归圣父上帝。吟诗煞。歹势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吟诗煞声，至诚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听堂，亲像长老活水，伫蒙雾暗暝看见主的光。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听堂，亲像长老活水，伫蒙雾暗暝看见主的光。但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全能上帝的慈悲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引带，甲咱众兄弟姊妹三甲之地，得到主的怜悯、医治、安慰，见证主的活命，对这事直到代代无尽。阿门阿门。现在，到。